这个有那个好像是那个阿诺，她是怀孕腹腔怀孕，我想那目前还是属于一个电影情节的一个情况。该病患的妇产科的就医记录了有没有相关的超音波检查？是这样。那他当初有秀出一张这个高一的研究图，这个图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图目前没有，那个研究图应该是指超音波影像的。超音波影像目前我们看起来不像是我们高一的记录。那这样医院会不会对他提告，或者是？这个要请我们法律顾问再协商看看。那事实上可不可能，就是说有一个变性人能够怀孕，这状况是有可能性的。理论上，如果没有子宫、没有卵巢，要怀孕可能性当然是微乎其微。因为他在脸书上面有说这是一个新技术啊，那是高医是掌握了这种技术来。目前当然我们南台湾是第一个有申请着手研拟这个子宫移植的一个 IRB 的一个人体试验的申请，不过目前是着手进行中，还没有真的进行这个手术。那我们是福音科的主任这个蔡美教授，他也在这边如果大家有相关福音科的问题，也可以请教他。他不是在高一就没有，我们还查不到相关的记录。那另外他还说这个做用天价的方式，然后才怀孕成功。我们高一有对外收费这个事情。因为目前正在着手这个人体试验的过程，所以也没有所谓收费的情形，还没有开始进行。医学报告，如果这个变性人他是双性人，也就是说他是一方面又是男生，一方面又是女生。那女生的部分有子宫，那这部分它也许是可以借由人工生殖来怀孕，但是目前来讲，在台湾这个技术是可行，但法律上是还没有通过，所以以这个病例上所讲的在台湾我想是应该是不会发生的才对。子宫外孕，那这种子宫外孕也就是说胚胎着床在腹膜上，那经由腹膜的血管来供养这个小孩，但是这个腹腔它的空间不够，所以最后会破裂，血管会破裂，会大出血。所以有就是也有文献报告，这个的确是会大出血，而是会死亡的那当然有些是电影情节了这个有那个好像是那个阿诺，她是怀孕腹腔怀孕，我想那目前还是属于一个电影情节的一个情况。